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南非斯北俚语的第40堂课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用斯北语讲颜色。Merah 意思是颜色。Merah。丑意思是黑色。丑。水意思是白色。水。让我们再说一次。Merah。丑。水。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